代理主席，我先申報我係海濱事務委員會嘅委員。我有幸作為法案委員會嘅成員，全程參與呢條咁重要嘅條例嘅審議工作。我喺度會表達，我會全力支持呢條條例嘅草案，同時都支持局長提出嘅修正案。維多利亞港係我哋香港寶貴嘅公有資源同埋自然嘅遺產，亦係香港重要嘅旅遊嘅名片。根據旅發局嘅調查呢，尖沙咀維港海旁一帶呢係旅客到訪香港嘅10大景點之首。海運碼頭同啟德郵輪碼頭都係設喺維港之內，俾郵輪呢穿梭維港嘅中航道，欣賞維港嘅兩岸嘅美景呢，都係我哋香港郵輪嘅一個大嘅賣點。故此呢，我要確保維多利亞港維持原貌，航道暢通，避免不必要嘅填海呢，對旅遊業嚟講都係至關重要嘅。我自己一直都係倡議藍色旅遊，用好維港同香港嘅海岸資源。要用好維港提升體驗，就要有足夠嘅同合適嘅配套，例如登岸設施。現時尖東海旁碼頭配套各方面都仲係有不足之處，嚴重影響旅客嘅體驗。又例如維港嘅海濱，喺發展局同海濱事務委員會嘅努力之下呢，喺大概13公里嘅港島呢個海濱長廊基本已經成型，而九龍海濱呢邊，例如紅磡、九龍城同啟德，仍然有一部分係未能夠貫通。因此呢，不論係貫通海濱到落實先駁通後再優化嘅海濱發展策略，去打造更多受市民同旅客歡迎嘅海濱地帶，係好需要一啲小型改善工程嚟做改善嘅。而呢啲工程呢，係不涉及大型嘅填海嘅。但係現時嘅保護海港條例預設咗不准在維港填海嘅推定，即使好細規模嘅臨時性嘅填海工程，亦都受到保護海港條例嘅規限。極端啲講，可以講話即係差唔多插支針落海呢，都當係一個填海，都有機會面對司法嘅覆核挑戰，令到政府呢，不論大細，不論用途，不論係臨時定永久，都要耗用大量嘅行政嘅資源去説明填海係具有凌駕性嘅公眾需要，先可以能夠開展工程。更令改善工程呢充滿不確定性嘅係，由於條例寫得太過簡單，冇講明點樣先至可以通過凌駕性公眾需要嘅測試，令改善維港工程呢係舉步維艱、寸步難行。最寶貴嘅海岸嘅資源呢，就白白咁未能夠善用。主席，喺呢種無差別一刀切嘅規限，成為善用維港嘅緊箍咒，窒礙咗好多改善維港嘅可能。事實上，自2004年起呢，就只有5項嘅填海工程呢係通過咗測試，其中4項呢係涉及道路嘅改善，1項呢係今年先啟用、大獲好評嘅東岸板道。早前我都去咗拍板道嘅啲宣傳嘅片，見到好多附近嘅居民同埋旅客呢，都對板道讚不絕口。如果可以加返呢啲嘅輕食嘅餐飲嘅設施，就會更加完美。但為咗令板道通過呢個測試，政府呢反覆研究，用咗3年，做咗3個階段嘅諮詢，為工程付出咗好巨大嘅社會同行政嘅成本，先有今日嘅東岸板道。但過去嗰20年，就係只得一條東岸板道，係好可惜嘅。我感謝發展局呢睇到問題嘅所在，經過2年嘅討論、5個月嘅公眾諮詢，喺得到立法會海濱事務委員會大部分委員嘅認同，以及公眾大致嘅支持下呢，推出咗今次嘅修訂，解開窒礙善用維港嘅緊箍咒。2024年保護海港修訂條例草案引入一套清晰嘅機制，令到政府同企業有法可依、有規可循，以符合法院判決嘅原則，通過凌駕性公眾需要嘅測試，對於一啲填海嘅面積不多於0.8公頃嘅小型工程，修例亦引入一套簡化嘅機制，授權財政司司長可以豁免附表內14類嘅工程，不受推定所限制，大量減省展開工程嘅行政嘅工作，便利更多小型改善工程呢喺維港可以能夠推行。所以我係十分之支持政府今次嘅修例。主席，我要強調保護維港係好重要，政府亦重申唔會大規模填海以滿足房屋、商業或工業發展嘅用途。今次嘅修例係一個適度嘅拆牆鬆綁，糾正過去對小型工程不成比例嘅規管。我亦明白社會同公眾對維港填海嘅關注，故此我喺法案審議過程當中強調公眾參與嘅重要性，
要求政府有足夠嘅時間同渠道，俾公眾同相關持份者就擬定嘅填海工程表達意見，而立法會應該係諮詢過程中有一定嘅角色。我感謝政府接納咗我嘅建議，喺簡化機制下嘅諮詢要求，除咗諮詢海濱事務委員會相關區議會同持份者外，亦會將工程項目透過立法會秘書處轉發俾發展事務委員會，邀請委員喺合理時間內提出意見。另外，發展局亦會喺網頁上公佈項目，邀請市民就維港工程表達意見。代理主席，今次鬆綁條例為進一步善用維港踏出咗重要一步，以旅遊角度打通海濱、增加登岸設施係我重點嘅關注。多個改善海港嘅工程預計可以受惠於修例。喺港島，喺好受旅客歡迎嘅堅尼地城嘅海旁興建新嘅行人板道，喺灣仔及銅鑼灣設置伸延至水體嘅海岸台階等加建板道同台階；喺九龍改善土瓜灣同紅磡海濱嘅暢達性，活化列為2級古蹟嘅九龍城汽車渡輪碼頭，以及實現最終嘅目標，由西九可以行到去東九。我希望以上嘅工程都可以能夠盡快加快去開展。除咗呢啲工程，我都想政府藉住今次嘅契機，進一步去改善維港嘅配套，特別係應該加快推動紅磡海濱嘅發展，增加遊艇嘅泊位之餘，亦都可以能夠令好多維港船遊嘅呢方面嘅旅客去提供一啲多啲嘅登岸嘅選擇。目前係集中喺尖沙咀鐘樓同埋星光大道嘅啲登岸設施係都比較係用得比較滿嘅。政府增加啲登岸設施係可以能夠分流呢啲旅客，呢個我覺得係一個當務之急。另外，啟德體育園落成啟用，成為香港嘅新地標。我哋點樣用好啟德海濱，改善暢達性同可觀性，應該列入政府嘅議程。首先，政府應該先打通啟德體育園至呢個九龍城碼頭嘅海濱呢段，加強土瓜灣同啟德體育園嘅連接，方便遊人同市民可以能夠步行去使用九龍城嘅碼頭。另外，我哋一路都倡議其實喺啟德嘅美食港灣嘅對出嘅海邊，其實都可以考慮去加設啲登岸嘅配套，能夠令到提供一條水路嘅一個選擇，俾到遊客或者我哋市民，為旅客提供更加多嘅交通嘅選擇。主席，最近國泰航空低飛經過啟德體育園，紀念啟德機場100週年，成為全城矚目嘅盛事。比較可惜嘅係哪怕攝影師有幾高超嘅技術，其實都好難去避開土瓜灣避風塘嗰扎嘅躉船。咁當然就係躉船都係有用嘅，係作業船嚟嘅。但係令到個構圖其實真係失色不少。誠然，極具時代感嘅啟德主場館係以東方之珠為設計嘅概念，但係呢顆東方之珠就被密密麻麻嘅躉船圍住，同作為世界頂級場館同文體消費嘅地標嘅佈局係有啲格格不入。政府確實需要諗下，有冇辦法可以重置現時嘅土瓜灣避風塘嘅躉船泊位，令到啟德體育園對出呢一帶嘅海岸嘅海水體可以能夠更具備一致性、可觀性同埋可塑性。我希望政府可以能夠善用修例，加快改善海濱嘅暢達性，完善登岸設施嘅配套，提升維港嘅可觀性，打造不同嘅親水體驗同消費嘅場景，進一步能夠擦亮我哋維多利亞港嘅旅遊嘅名片，令我哋呢顆東方之珠更光更亮。主席，我謹此陳辭。